今日同大家講一宗近期引發全球醫學界高度關注嘅公共衛生事件。呢隻病毒名叫尼泊病毒，目前全球尚未有任何正式核准嘅治療藥物或預防疫苗可用。今次印度嘅爆發仲出現咗醫院人傳人，源頭成謎，連周邊國家都緊張到加強邊境檢疫。香港亦已經密切跟進最新疫情，印度醫院突然人傳人，100人隔離，源頭未明。據資料所得，2026年1月，印度東部西孟加拉邦首府加爾各答附近嘅巴拉塞德，一間私家醫院疑似已喺醫院環境中擴散，導致4名醫護人員喺照顧過程中遭到感染，2名護士出現嚴重呼吸道感染症狀，化驗結果一出，2人確診尼泊病毒。2人曾共同照顧過一位同樣有嚴重呼吸道症狀嘅病人，而呢位病人未等病毒檢測就已經不幸離世。與此同時，印度當局即刻採取緊急措施，將近100名與確診者有接觸嘅醫護家屬全部居家隔離。今次疫情更牽動整個南亞，泰國、尼泊爾、孟加拉，不單等周邊國家紛紛加強邊境同機場檢疫。泰國更針對西孟加拉邦入境旅客專門篩查，而香港衛生署亦已經表明正密切跟進今次疫情。事實上，尼泊病毒自22年首次在印度出現以來，已經引發超過10次爆發，造成幾十人死亡。疫情更長期集中在西孟加拉邦同南部嘅克拉拉邦。今次爆發地正正就是印度尼泊疫情嘅重災區。2001年，西孟加拉邦西里古里發生印度首宗尼泊病毒爆發，當時66人感染，45人死亡。印度同鄰國孟加拉嘅尼泊病毒已經出現傳播途徑變種，原版尼泊病毒主要由動物傳人，但在呢兩個地區，人與人之間嘅直接傳播變得非常頻繁。根據世衛報告，當地大約1半嘅感染個案都係因為照顧病者而引發嘅人際傳播。呢個特點亦令印度嘅尼泊疫情變得極難控制。而印度嘅尼泊病毒最初之所以由大自然走入人類社會，罪魁禍首竟然係當地人最中意嘅一款飲品生椰棗汁、棕櫚汁。尼泊病毒嘅天然宿主係果蝠，特別係胡福屬嘅大蝙蝠。呢啲蝙蝠自身帶毒，但不體發病。佢哋中意食甜嘅水果，而當地人會夜晚喺棕樺樹上掛罐收集樹汁，蝙蝠就會飛去偷飲過程中嘅口水、尿液、糞便，就會污染樹汁。當地人在不知情嘅情況下直接飲用被污染嘅生樹汁，病毒就咁樣進入人體，從而引發感染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，尼泊病毒嘅致死率介乎40%到75%。尼泊病毒嘅潛伏期為4至14日，最長更可以去到45日。尼泊病毒嘅初期症狀與普通感冒相似，僅有發燒、肌肉痛，容易被忽視，但病情會快速惡化。患者會在24至48小時內迅速陷入昏迷，出現癲癇、呼吸困難等嚴重併發症。目前全球尚未有任何正式核准嘅治療藥物或預防疫苗可用，政府層面密切監測及加強檢疫。香港衛生署已經表明，正密切跟進印度今次的尼泊疫情，而後續最關鍵的就是加強機場及邊境的檢疫措施，尤其針對來自印度西孟加拉邦、克拉拉邦等高風險地區的入境旅客，做好體溫監測、健康申報等工作，及時發現潛在的輸入個案，杜絕病毒入港。市民層面提高警覺及做好個人防護。對於普通市民而言，最重要就係提高警覺，做好個人防護。具體可以注意3點：一、近期有計劃去印度的市民，尤其係西孟加拉邦、克拉拉邦等高風險地區，建議重新考慮行程，若非去不可，一定要做好嚴格嘅個人防護。2、不論係在香港還是外出，避免接觸野生動物，遠離蝙蝠棲息地，亦千祈唔好飲用未經煮過嘅生果汁，特別係當地嘅椰棗汁、棕櫚汁。3、食用任何水果前都要徹底清洗去皮，杜絕病毒通過食物進入人體的可能。4、若近期接觸過印度高風險地區返港人員，或自身出現發燒、頭痛、呼吸困難等不適，一定要及時就醫，
並主動向醫生說明旅行地點同接觸資料。感謝大家收聽資訊補給站，我哋下次再見。